好，弟兄姊妹早晨，多謝主席帶我哋嘅詩歌，我哋一齊去到讀聖經。我哋今日讀嘅聖經呢係《使徒行傳》嘅11章。所以聖經《使徒行傳》11章1至到18節。今朝嘅講題呢係直到地極的挑戰。我哋5月份核心價值講到第5個就係福音。使徒行傳11章1至到8節，聖經咁樣講：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吃飯了。彼得就開口把這事挨次給他們講解，說：我在約帕城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看見異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4角，從天垂下，直來到我跟前。我定睛觀看，見內中有地上4足的牲畜和野獸、昆蟲並天上的飛鳥。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彼得，起來宰了吃。我說：主啊，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潔淨的物，從來沒有入過我的口。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這樣一連3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當那時，有3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是從該撒利亞那裏來見我的。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還有這6位弟兄。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訴我們，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站在他屋裏，說：你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今朝咧睇到有姊妹拎住一本咁叫做咩靈命日訓靈命日程啊，即係我哋有啲嘅 daily devotion， 每日就拎住可以去到靈修嘅。咁咧屋企咧就有一本叫做宣教日引，亦都每日可以按住每日唔同嘅資料咧，為到唔同嘅民族去到祈禱。咁喺嗰本宣教日引裏邊，喺今日咧5月17號咧，就係為到一個叫做納西族嘅人去到禱告。納西族嘅一個民族去到禱告。納西族係咩咧？係中國嘅一個少數民族。喺佢哋故鄉咧，位於麗江，即係喺雲南、四川同埋西藏嘅交界。咁亦都部分族人咧就分佈喺四川同埋西藏裏邊嘅。咁納西族嘅傳統咧，信奉一個教咧，叫做東巴教，屬於多神嘅信仰。祭司咧稱為東巴，係男人嚟嘅，經世襲或者拜師去學成，承載着納西族文化同埋知識，被尊為智者。嗰啲人呢，就拜祖先、拜鬼神或者天，拜自然啊。其中一位重要嘅神呢，叫做三多神。據傳聞咧，先民咧就曾經供奉一粒奇石，之後咧每次打仗嘅時候咧，總有一個面如白雪、目如閃電嘅武將咧現身助戰，跟住咧就神秘咁消失。後來咧呢個人喺夢中裏邊咧向納西族領袖去顯現，自己話自己做三多，所以以後咧就視為一個保護神或者戰神啦。東巴信仰咧係敬畏自然，依循自然規律，呢個嘅理念咧係深深影響緊納西族人嘅生活方式。
根據網站 Joshua Project 嘅資料呢，中國境內呢有大約335000個納西族人，其中佢哋有唔夠2%呢，應該係0.幾%呢係福音派基督徒。凡係唔夠2%嘅人口係福音派基督徒呢，佢哋就被稱為美德之民 （unreached people group）。咁所以納西族呢係一個 unreached people group。咁但係比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呢個美德之民更加迫切需要呢係全球近4800個 frontier people group， 中文譯做前沿族群。前沿族群呢有4個特徵嘅。第一個特徵呢，基督徒嘅比例係低於0.1%，即係話少過1/1000人係基督徒。第二個特徵呢，就係冇任何證據顯示呢嗰個族群裏邊有自我延續嘅教會運動，即係冇人，佢哋唔會自己識得傳福音，自己做門徒訓練，自己建立教會，係冇呢樣嘢嘅。即使係人口龐大，即係嗰族人好大呢，可能已經有數幾千個信徒啦，但係因為嗰族嘅人太大呢，仍然比例上咧都係少過1/1000嘅。咁啊，因為基督徒極少呢，就需要一個策略叫做開荒型植堂嘅策略咧，去到接觸同埋建立教會。而呢近4800個嘅前沿族群嘅總人口呢，19億啊！全球嘅人口都係80億，將近1/4人係活喺呢個完全冇福音能夠去到嘅地方。主耶穌升天之前，託付教會頒布大使命，要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呢個係主耶穌俾教會嘅使命。儘管呢喺呢幾十年嚟，其實已經有顯著嘅進展，但係呢個使命呢仍未完成。有咩令到呢個使命、呢個任務咁具挑戰性呢？咁啊，當然我哋現今活在一個咁複雜嘅環境呢，原因同埋因素係非常多嘅。不過呢，根據我哋今日所讀嘅經文呢，同埋有其他相關嘅經文呢，想同大家去睇其中3個嘅挑戰。第一個挑戰呢，就係文化上嘅挑戰啦。頭先讀嘅《使徒行傳》11章3節，再讀一次啊。聖經嗰度咁講啊，嗰度係嗰啲奉割禮嘅門徒同彼得去到爭辯，就話你進入咗未受割禮之人嘅家，同佢哋一齊食飯啊。咁個背景係乜嘢啊？背景其實彼得已經解釋嘅時候解釋咗，不過講多一次就係哥尼流就派咗3個人去揾彼得，就邀請佢去自己屋企。咁起初彼得就唔想去嘅，但係神就同佢講説話，就吩咐佢去啦。咁彼得去咗之後呢，佢就開始同哥尼流同埋佢全家人去到傳福音啦。咁講下嘅時候，聖靈就降喺所有聽過嘅人身上。咁好明顯呢，成件事都係神親自去主導，神親自去安排嘅。咁呢個古仔或者呢件事嘅關鍵係乜嘢呢？就係聖靈都降臨喺外邦人身上啊嘛，表明咗神嘅救恩唔係淨係俾猶太人，亦都係俾外邦人。我哋都係外邦人。使徒同喺猶太嘅弟兄們聽見咗外邦人，亦都領受咗神嘅道。第1節嗰度咁講，係咪？外邦人領受咗神嘅道，你認為正常嚟講會應該有咩反應呢？或者換句話，譬如我哋啦，我哋上個禮拜有福音主日，係咪？咁如果福音主日嘅裏邊有人去到決志信耶穌，聽到福音啦，真係好感謝主，佢去真係信耶穌，咁你有咩反應呢？我講咗啦，感謝主咯，係咪？我哋會好開心，我哋為鄧嗰人高興，你生入神嘅家啦。但係呢度第2節、第3節嗰啲門徒呢，個反應唔係咁樣喎，佢哋好唔滿意啊，好唔滿意彼得
你做咩入咗去呢個未受割禮嘅人屋企，仲同我哋一齊食飯添？你要記住，佢哋唔滿意邊個啊？佢哋唔滿意嗰個彼得啊！彼得係嗰個喺使徒裏邊係行頭嗰個。即使係呢個行頭嘅使徒彼得，佢做呢件事，佢帶頭去做，但係嗰啲奉割禮嘅門徒都同佢爭辯。你可想而知，猶太人同埋外邦人之間嗰個文化嗰個阻隔，嗰個鴻溝係幾咁嘅大，幾咁嘅根深蒂固。有一個人呢，叫做Shadrach Surapanata， 英文中文譯咗就薩德拉克蘇拉普拉納塔。有冇人聽過佢名啊？其實幾佢出名㗎，不過出名到我都唔識。佢咧就係印尼爪哇島嘅使徒。喺19世紀嘅時候咧，神使用呢個嘅信徒咧，帶領喺歷史上面第一個自發性嘅穆斯林歸主運動。自發性嘅意思咧，就係話喺以往嘅世紀咧，有啲穆斯林都改信基督教嘅，不過唔係自信，唔係自發性嘅，係被逼嘅。政治上可能有人西方佢天主教或者有其他嘅帝國去統治咗佢，咁逼佢你要改信，咁係咪真係信呢？我明白都知道唔係啦。但係呢一個咧係佢係第一個歷史上面第一個自發性穆斯林嘅歸主運動。到呢個薩德拉克1924年去世嘅時候呢，佢同佢嘅同工呢已經建立咗86間教會，並且為超過7500位嘅穆斯林背景嘅信徒去到施洗。咁呢個薩德拉克呢本身呢，本身佢係穆斯林啦，當然。咁但係佢呢就係1870年呢，佢就受洗，嗰陣時咧就32歲。有人同佢傳福音，有佢嘅師傅同佢有帶領佢嘅人去傳福音。佢就加入咗Dutch Calvinist， 即係荷蘭嘅加爾文派嘅印尼教會。咁佢跟隨佢個導師嘅名呢，就叫 Pak Kerman。呢個薩德拉克呢，就神好使用佢，佢就開始咧向佢自己嘅族人去到傳福音，得到極大嘅果效。然而呢，佢所屬嘅荷蘭加爾文派教會呢，就越嚟越唔中意佢。個原因呢，就係因為薩德拉克呢，希望去保留並且去轉化盡可能多嘅爪哇傳統，能夠用於嚟喺基督信仰嘅裏邊，去到喺信仰裏邊可以去到使用。咁呢啲爪哇嘅傳統，印尼爪哇島嘅傳統係乜嘢呢？咁啊，講呢啲之前呢，希望神都幫助我哋，都係有一個全謙卑嘅心去到學習。咁因為呢，我哋冇一個人係活喺19世紀，我哋唔係爪哇人，我哋亦都更加唔係穆斯林。我哋可以聽咗，就先再去到判斷。咁啊，薩德拉克咧所建造嘅教堂咧，個 church building 咧，個外觀咧就有啲似穆斯林嘅清真寺嘅。個唔同咧就係佢屋頂咧就用咗3層嘅三角形去到建造，即係三角形咁樣三角形。咁咧就係代表三一神 Trinity。佢哋教會裏邊嘅領袖咧著嘅衫咧係傳統嘅爪哇服飾，而唔係嗰啲荷蘭加爾文派嗰啲牧師所着嘅黑色嘅袍。咁啊，薩德拉克咧甚至採用呢個即係穆斯林有個第一條咧叫 Shahada 咧，就要宣告即係嗰個宣告咧就係即係除咗阿拉神，除咗阿拉神之外咧冇別嘅真神。穆罕默德咧就係佢嘅先知，即係佢哋每個穆斯林咧都係要咁樣去到承認嘅。OK， 但係佢咧就將呢句咧就改咗佢就話除咗阿拉，佢都用翻阿拉呢個字，冇別嘅真神。後面嗰句咧就話耶穌基督係神嘅靈。咁佢用咁樣嘅方法去到傳福音同埋建立教會咧，佢嘅方法咧極其成功。成功到咩地步呢？佢為
嗰啲信徒施浸嘅人數咧，係超過喺荷蘭嗰啲宣教士過往嗰250年全部受施浸嘅信徒嘅總和。即係過往嗰2個半世紀咁多宣教士去到喺嗰度傳福音，去到想去到建立信徒，去到為佢施洗，咁多嘅人都唔夠佢一個人施洗咁多。即係對我嚟講咧，我都可能佢都仲有其他嘅習俗啊。咁佢究竟係咪做所有嘢都係做得完全正確咧？咁我又唔敢講係定唔係。不過咧，我就能夠講一樣嘢，即係就算佢有做得唔係完全，亦都相信冇一個人係完全人。非常 clear 嘅咧，非常係明顯而見咧，就係神係大大使用咗佢，克服咗過去嗰超過250年喺呢個印尼嗰啲其他嘅宣教士嚟到嗰度去傳福音嗰啲文化上嘅阻礙，令到數千個嘅穆斯林去到相信主耶穌。其實佢嗰陣時同嗰個荷蘭嘅加爾文咧派咧就即係關係好差嘅，但係感恩嘅就係當佢死咗之後咧，佢個仔就 take over 咗佢個即係繼續帶領教會啦。佢個兒子咧就同翻嗰個加爾文派嘅教會就復和翻，就有啲 harmony， 亦都應該相信都係有少少改革嘅。咁講完呢個故仔啦，今日教會要面對乜嘢嘅文化嘅障礙？而嗰啲障礙係令到教會冇辦法去到將福音去傳到地極呢？呢個唔係純學術同埋抽象嘅問題，亦都係更加係要切實要面對同埋克服嘅問題。好啦，咁第一個挑戰呢，就係文化上嘅挑戰，第二個挑戰呢，就係傳統上嘅挑戰。我睇翻聖經啊，《使徒行傳》11章第8節，聖經咁樣講嘅。呢個彼得嘅説話，我說主啊，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潔淨的物，從來沒有入過我的口。咁喺異象裏邊咧，彼得就見到不潔淨嗰啲嘅野獸啊、牲畜啊、昆蟲啊、天上嘅飛鳥啊，就落嚟喎，係咪？咁就有聲音叫佢起來宰了吃。但係彼得咧就拒絕，佢就話：我成世人都未食過㗎，呢啲俗而不潔淨嘅物，從來冇入過個口。咁我哋熟習教律法都知道啊，利未記11章就係有個 list 啦，係咪？有啲係潔淨嘅咪食得，有啲不潔淨就唔食得。咁呢啲嘅飲食律法啲 dietary laws 咧。咁摩西五經嘅時候寫成應該係主前14世紀啦。咁去到呢度1400年1000幾年啦嘅時候，對彼得同埋所有嘅猶太人嚟講，佢哋遵守呢啲嘅律法，遵守呢啲嘅食物嘅條例，係佢哋生命，係佢哋身份嘅一部分，係佢哋嘅 core 嚟嘅，生命裏邊不可分割嘅核心。咁但係呢個聲音點樣去到回應彼得呢？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隨住耶穌基督嘅來臨，佢嘅死，佢嘅復活，佢嘅升天，成就救恩，呢啲嘅飲食嘅條例都冇，其實都冇意義，都冇咗佢嘅意義啦。佢嘅意義咧已經係即係唔再存在啦。神已經潔淨咗嗰啲原本唔潔淨嘅食物，彼得可以拎嚟食啦。當呢啲傳統當呢啲嘅條例喺舊約嘅時代去到設立嘅時候，佢哋係好嘅，係需要嘅。神係頒布佢哋係有佢嘅作用嘅。但係有陣時嗰啲傳統呢，就係適用喺佢哋所處嗰一個世代嘅裏邊，或者嗰啲嘅年間嘅裏邊。當新一代嚟臨嘅時候，或者需要適合去建立一啲新嘅傳統。譬如今日都係㗎，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屋企香港屋企有個打字機嘅喎，打落去有窿嘅喎。
你喺度撳咧，你撳打得細個，手指又細啊，即係學打自己又大力啦，又話打落去冇脈出嘅，係咪？跟住有窿喎，你撳得你又要大力撳，但係有窿，你會插咗去個窿嗰度喎。大家有冇試過啊？即係個 J 同 K 中間，你用個即係 index finger 打落去咁。咁而家唔會噶嘛，係咪？而家仲有冇人打自己？嗰啲轉嗰啲 rotary phone 有冇人用啊？我啲細路唔知有冇見過，係嘛？好似唔知喺邊度，我哋屋企附近食飯有擺過嗰啲搞嗰啲電話，即係呢啲只係喺博物館會見到嘅，係咪？譬如你搭巴士或者你搭火車，使唔使仲揞個銀啊？即係有個5毫子，有個1仙啊，或者有個斗零啊。香港搭電車係要係嘛？呢度而家你 Presto 噶嘛，係嘛？香港幾多年前已經八達通，你知我哋多倫多啲交通設施係幾咁先進㗎啦，係嘛？大家明白啊？咁我哋又唔會用錄音帶咯，大家屋企仲有冇錄音帶啊？有好多啊 ，CD 啊，幾多年前嗰啲夏令會嗰啲仲喺 basement 度係嘛？錄晒嗰啲 CD 用晒，仲有冇人用啊？隨住新科技嘅出現呢，舊嘅事物其實自然都會過去啦。我哋教會呢喺將近40年前喺度成立㗎啦。咁我哋教會成立嘅時候，亦都好似好多嘅喺多倫多嘅教會去成立嘅裏邊呢，都係一個文化嘅一個移民教會。移民教會就係話全部裏邊或者大部分裏邊存在嘅人都係移民嚟嘅，係咪？我哋當中有邊個唔我哋當中邊個喺加拿大出世㗎？呢度係咪？移民教會，我哋都係同一種文化。大家聽得明我講中文係咪？如果聽唔明，就上去啦。我哋都係移民。咁40年前係咁，今日係咁，咁40年後呢？你認為我哋教會會變成一間點樣嘅教會呢？會唔會仍然係由同一個文化背景，同樣係移民去到組成呢？40年後仲會唔會香港咁多人移民過嚟，或者大陸咁多人移民過嚟呢？唔知啊，或者主日佢翻嚟我都唔需要知啦。但係事實上，我哋活喺多倫多，神擺喺多倫多呢，多倫多係世界上最多元文化嘅城市。唔係之一啊，係我相信係最多元文化嘅，比倫敦、比紐約啊，比呢啲城市更加多元文化。即係我諗，除咗即係北韓啊，即係嗰啲完全分佈嘅國家呢，我相信喺全世界任何一個嘅國家呢，都有人都嚟到加拿大去到生活，唔就係多倫多，係多倫多嚟多倫多去到生活、去到工作、去到求學。呢個問題我都最近都同我太太去度 discuss 過。如果神為我哋嘅仔或者我哋嘅仔女神為預備一個配偶係唔係還係點呢？我記得我婆呢就係呢啲事可以喺呢度先講得嘅，即係佢換句話說呢，就係好唔想我去到娶一個黑人嘅。當我10幾歲嘅時候，佢咁講：你唔好啊！即係叫我唔好娶咗黑人。咁嗰陣時，即係我未信耶穌啦。咁都係好後生啫。咁嗰陣時細個。咁但係諗下喎，如果你嘅神為你嘅仔同你女，或者你嘅女預備一個唔係中國人嘅配偶，咁你會點諗呢？你會唔會接受到呢？咁佢哋結婚之後，你認為佢哋能唔能夠繼續返呢間教會呢？咁你就話：冇，阿信，我仔女佢都咪同咗個中國人結婚咯，仲返緊我哋教會啊，係嘛？好，咁你個孫呢？佢哋嘅兒女呢？咁佢哋自己都係仲係中國人啦。咁幾十年後佢哋長大啦。如果神為佢預備嘅配偶唔係中國人呢？咁或者你會咁講：
我個女已經嫁咗俾一個唔係中國人嘅老公啦，佢哋都唔再返教會啦。咁啊更加呢條問題更加貼切啦。咁你認為應該點做先可以佢哋或者有咩嘢可以令到佢願意返嚟呢間教會呢？我相信大家明白我嘅意思啊！我哋成日都話我哋要尋求神嘅旨意，係咪？尋求神嘅旨意，我哋要去討神喜悅。咁聖經講咩呢？聖經喺提摩太後書嘅話，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咁邊個係萬人呢？ All men 啊，萬人。咁當我哋居住喺全世界最多元文化嘅城市裏邊，究竟咩人係萬人呢？講咗呢兩個挑戰，第一個係文化挑戰，第二個傳統嘅挑戰，第三個挑戰呢，呢個最難克服嘅挑戰呢，就係神學上嘅挑戰啦。神學上嘅挑戰呢，就要睇後少少，頭先冇讀嘅就係使徒行傳嘅15章5節啦。咁呢度背景就係耶路撒冷大會啦。咁第5節嗰度咁講，唯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咁佢哋嗰陣時就係辯論究竟外邦人需唔需要行割禮先能夠成為一個真正跟隨耶穌嘅人。其實去到嗰度已經進步㗎啦，佢哋已經接受咗，即係佢哋已經接受咗嗰啲外邦人係信到耶穌嘅，因為聖靈降臨。咁頭先11章已經講咗啦，彼得已經講到好清楚啦，係咪？頭先11章18節嗰度話係嘛？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咁佢哋都明白接受啦。咁但係呢，佢哋有啲人仲會接受到，喂，佢哋使唔使受割禮㗎？咁咁啱呢段啱今朝同啲細路仔主日學又係講緊創世嘅17章。咁創世嘅17章就係神就吩咐嗰陣時亞伯蘭啦，同佢改名啦，叫亞伯拉罕啦，Father of many nations，多國之父。神就吩咐呢個多國之父呢，為佢自己啦，為以實瑪利啦，同佢屋企所有嘅男丁啦，同埋佢之後世世代代嗰啲男丁呢，都要行割禮。咁呢個係創世嘅17章喎，仲早過摩西律法喎，早成600年喎，500-600年喎。所以行割禮係佢哋文化嘅一部分，傳統嘅一部分。唔單止係文化同傳統，係神叫佢哋直接吩咐佢哋嘅祖先 even before 喺佢哋有摩西律法之前已經要做噶啦，係咪？由耶穌都係猶太人，佢出世第8日行咗割禮，施洗約翰一樣都係。咁所以你即係從呢個角度，我哋去跳入去我哋換位思想啊，我哋跳入去佢哋猶太人嗰個文化，甚至佢哋法利賽人嗰個思想裏邊，都唔難去理解。其實係啊。即係咪外邦人係都需要去到受割禮呢？都有啲原因喎，即係佢哋咁樣諗，都係唔係冇道理嘅。咁有一個即係神學院一個教授呢，就曾經咁樣講嘅，佢就話呢，每一個基督徒呢，都一個神學英雄 theological hero， 神學英雄。呢個英雄呢，呢個人呢，可能係我哋好中意嘅基督徒嘅作家。哇！我就好中意睇佢啲書嘅，我呢，差唔多淨係睇佢嘅寫嘅書嘅。又或者係一個我哋好尊敬嘅牧者。如果我哋肯去誠實去面對自己呢，我都自己係反思嘅，因為個教授話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神學英雄。去諗下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有啲嘅睇法，有啲嘅神學觀念呢，往往係因為我哋嗰個嘅所謂嘅神學英雄呢係咁諗。我哋喺度諗，如果我同佢持一個不同嘅喺某一個位裏邊，我哋持一個不同嘅理念呢，就好似 betray 咗佢，好似背叛咗佢喎，咁我唔得㗎喎，呢個英雄嚟㗎嘛。咁但係事實上應該係點樣呢？
因為無論嗰個神學英雄係邊個，佢都係人，而人都有可能去犯錯。呢個我相信唔能夠去絕對去根治嘅。不過呢，我哋可以去學習，我哋去學習，與其要去到與我哋嗰個神學英雄去到睇法係一致，我哋應該更加渴望去到與真理一致，企喺真理嗰邊，真係去到從聖經裏邊尋找真理。我哋需要有一個謙卑嘅態度去到開始。主啊，教導我去到明白你嘅真理，指出我有咩錯誤啊？我唔一定啱㗎。我信咗耶穌10年、20年、50年、60年，我未必啱晒㗎。我相信一個謙卑受教嘅人係更加有能力，亦更加有能力去到學習真理。而去到呢一點呢，我就認為呢，如果弟兄姊妹有機會去到短宣呢，可能會帶嚟一個相當大嘅益處，因為講係傳福音嘛。去到短宣呢，可以同其他嘅基督徒去到同工，去到另一個地方，佢哋一齊做福音嘅事工。如果弟兄姊妹有一個嘅開放嘅心，有一個 open mind， 可以從其他基督徒身上學到一啲好嘅事物，去到帶返嚟自己嘅教會，你可能會發現其實其他嘅基督徒所傳嘅福音都係一樣，同我哋一樣傳呢個榮耀嘅福音。只不過有陣時可能佢哋嘅方式有啲唔同，好似頭先個薩德拉克咁，佢間教會起得唔同，着嘅衫唔同，係咪真係有影響福音嘅本質呢？咁喺極少數嘅情況底下，如果你去完發覺，哇唔得喎，異端嚟嘅喎，咁你都學到一樣嘢啊，下次冇跟佢咯。所以咪話短宣咯，短宣你去1個2個禮拜啫嘛，咁咪以後唔好跟佢，咁咪冇事咯。但係如果咁退一步，話短宣太大壓力啦，就係行樓梯上去啊，我等緊個 lift 啦，等個 lift 搭 lift 啊，即係行動唔方便。短宣可能有啲難處，咁唔使去第二個國家，我哋支持嘅本地嘅宣教士可以同佢哋一齊去做下 outreach 啊，係嘛？揾下阿 John 啊，今日我聽佢喺上面彈琴，我聽得出係佢彈嘅。咁我鎖之後喺上面，咁睇下佢阿 John 有咩時候又去探佢啲阿富汗朋友啊，咁你同佢出去隊喎，或者揾下 Isaac Medler 佢嘅留學生事工，佢啲年青人大家都見過佢嚟過幾次啊！佢嚟嘅時候都帶過佢啲朋友嚟，我可以點樣幫下佢，或者揾下 Uncle Newman 啦，Uncle Newman 啱而家去咗巴黎啦，咁佢前幾日 send 啲 picture 嚟，咁就喺巴黎嗰度去到傳福音，同啲猶太人傳福音。佢今個禮拜未返，下個禮拜又嚟講道啦。咁講開猶太人傳福音，羅馬書1章16節嗰個咁講啊，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咁向猶太人傳福音一直都係，並且仍然會係我哋教會所着重嘅事工。神喺呢個嘅世代，喺呢個年間裏邊咧，真係做緊好奇妙嘅工作，令到好多猶太人去到轉向耶穌基督。咁按研究顯示咧，就當喺1998年嘅時候咧，以色列境內咧只有大概5000個信耶穌嘅猶太人，但係去到舊年咧，呢個數字已經倍增6倍啦，5、6中30 3萬個，已經多咗達到3萬個信耶穌嘅猶太人喺以色列嘅境內，唔計譬如喺 Toronto 啊、New York 啊其他地方。咁呢3萬人當中呢，咁有本書講呢啲猶太人嘅見證，我睇佢喎。咁有一個嘅弟兄呢，就叫做 Yoel Ben， 咁我哋學希伯來文知啊 David 啦 ，Yoel Ben David，咁Ben 點解啊 ？Son right，Yoel Ben David 就係 Yoel the son of David。咁呢個 Yoel 呢個弟兄呢，
20歲嘅時候咧就住喺以色列嘅。咁我嗰陣時咧就同佢嘅太太叫 Adele 去到結婚。咁嗰陣時佢哋咁年輕咧，已經佢哋有個心去到尋求神。不過喺猶太教裏邊去到尋求神。但係奇妙咧就係佢有一日咧就遇見一個基督徒，一個姊妹叫做 Judy。咁通常我哋去到傳福音咧，我哋去到接觸人咧，我哋就會去一開始咧就同佢講福音噶啦。就驚下次見唔到佢啊嘛，咁就要同佢講晒福音。咁呢個 Judy 唔係喎，一開始咧就冇同佢去到講耶穌，冇講耶穌嘅字喎，呢個字。事實上咧，佢哋識咗九個月裏邊咧，都冇提耶穌呢個名字。呢個 Judy 咧，淨係鼓勵佢去讀摩西五經 Torah， 即係個妥拉啊，即係摩西五經咯。咁而呢個 Yoel 呢個男士去到讀嘅時候咧，佢就真係經歷聖經喎。佢見證咁講，佢話有一日，因為佢以色列境啊嘛，佢喺度讀到約書亞嘅故事嘅時候咧，咁就發現到佢自己搭嗰個巴士咧，淨係經行喺約書亞去到追趕亞瑪力人嗰條嘅山谷嘅裏邊。喺讀緊聖經，佢就讀到佢身處就喺嗰度，幾千年前聖經嘅故事就會話喺佢嘅眼前啦。跟住佢就開始讀以賽亞書啦，預言書，開始研究聖經嘅預言。咁我讀到53章嘅時候，佢唔明喎，佢唔明咧就去問 Judy 啦。咁 Judy 咧其實呢9個月裏邊咧都不斷為佢祈禱，睇下邊個時間去到真係同佢講耶穌。咁呢一日嚟咗啦，當呢個 Yoel 問佢：咦，以賽亞書53章講咩㗎？佢就答佢啦。呢個 Judy 咧就開始同佢講述耶穌。當 Judy 開始同佢講到耶穌，真係開始同佢真係講入戲咗啦，講救恩嘅時候咧，Yoel 就發覺感受到神嘅同在圍繞住佢。佢意識到咧，即係佢係尋找神嘅。佢意識到係啦，我揾到啦而家。於是佢心裏邊咧就諗啦，就心裏邊就講，自己同自己講，或者我同神講：神啊，如果呢個你係真嘅，咁我就跟隨你放喺我裏邊嗰個感動，我願意相信。咁就喺嗰刻咧，佢自己嘅見證咁講，佢見到個異象，異象裏邊咧，佢見到耶穌個面容。而呢個耶穌面容咧，係佢3年前當佢還喺英國嘅時候咧，佢都有同樣嘅經歷。嗰陣時佢唔係尋求緊佢唔係讀緊聖經，佢係讀緊可蘭經，亦都見過同一個異象。冇幾耐咧，佢個太太Adele咧都信埋耶穌，而最終咧 Yoel 就成為咗一個宣教士，將福音傳俾猶太人。咁呢個係猶太人嘅一個猶太人嘅見證。穆斯林嘅見證咧就好多嘅。今日就唔講一個，但係咧就講一個嘅個圖畫。咁根據一本書叫做伊斯蘭之家中的風，即係 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呢本書咧就係2014年寫嘅，但係都好即係其實有少少 outdate 㗎啦已經，因為耶穌基督福音真係傳得太快。但係呢本書研究咧佢就呢個作者咧就講到神咧係用緊10種嘅方法去到引領伊朗嘅穆斯林咧去到認識耶穌嘅10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咧就係被耶穌吸引，有啲伊朗人咧從細嘅時候咧已經對耶穌有產生好奇㗎啦。第二種咧就係伊朗式嘅伊斯蘭，因為伊朗人咧佢哋嘅穆斯林係什葉派 Shiites， 就與其他嘅 Sunnis 嗰啲叫做遜尼派咧就係唔同嘅。第三種嘅方法咧就係基督徒嘅見證。近年來咧基督徒佢哋真係有啲人殉道，為主去殉道，咁嗰啲殉道者嘅見證咧係好影響嗰啲穆斯林對點樣睇基督教嘅。第四咧就係媒體事工，透過電視佢哋當然唔係即係佢哋係啲衛星電視或者而家 Internet website podcast YouTube 去到透過呢啲去信耶穌。第5樣咧就係佢哋渴望得着自由，佢哋想得着政治嘅自由，但係咧
佢哋最終喺耶穌基督裏邊尋找到心靈嘅自由。第六樣呢，社會動盪，社會好多問題啊。佢哋其中一樣問題呢，原來係鴉片成癮啊，係佢哋伊朗人呢，係全世界啲人鴉片食鴉片上癮係最勁嘅一個國家㗎。咁呢社會問題呢，亦都係催化緊伊朗人去到尋求信仰、尋求基督嘅。第七啦，七八九十，第七就係家庭嘅見證，因為佢哋屋企人信耶穌，咁都帶領佢哋自己去信耶穌。第八就係新約聖經啦，最典型啦，即係神係透過佢嘅自己説話去到同穆斯林去到講説話顯現。尾二呢，就係耶穌真係顯現，有陣時係有啲伊朗人真係穆斯林好多係見到耶穌嘅異象，亦都係得着醫治。最後一樣咧就係家庭教會，好似大陸咁樣啦，都係一個好龐大嘅，而家越嚟越龐大一個地下嘅家庭教會。好多伊朗信徒咧就喺呢啲嘅地方去到敬拜。咁呢個資料係2014年啦，咁而家打仗，我唔知即係可能即係我覺得即係個現象大同小異，但係可能仲多咗一啲都唔奇，亦都應該相信打仗都會令佢有啲變化。聖經咧喺翻11章嗰度咁樣講啦，呢一句想同大家讀翻嘅17節，彼得咁樣講嘅：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耶穌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使徒行傳啊，細個時候去到聽到有啲傳道人話使徒行傳可以稱為聖靈行傳，係咪？聖靈行傳，咁點解係聖靈行傳啦？或者喺呢件事上面係點樣係聖靈行傳呢？成日喺呢件成個古仔咧，呢一個古仔裏邊咧，我哋見到係成件事完全係神主導嘅。首先係神向喺呢一邊啦，就係神向彼得去顯現，俾佢見到嗰啲不潔淨嘅物，係神叫彼得喂，宰要嚟吃啦，殺咗佢食啦。跟住另一邊呢，又係神向哥尼流顯現，叫佢差人去約帕嗰度揾阿彼得嚟。咁嗰啲人即係嗰啲人去到彼得嗰度呢，神又叫彼得嗱，你跟佢去，唔使驚啊，跟住佢去啦。咁當彼得去到哥尼流嗰度，同佢屋企人去講到嘅時候，又係聖靈啦，聖靈就講下一度就聖靈降臨喺嗰啲外邦人身上面啦。一切都係喺度神做工，你見唔見到啊？神就好似個媒人咁樣，將兩邊完全唔識嘅人就串埋咗一齊。咁但係我哋要注意一樣嘢，神係做工，但係彼得同埋哥尼流佢哋分別都係信服咗神嘅聲音。彼得見到神所做嘅工，佢就話啦：我是誰能攔阻神呢？咁今日我哋係咪都見到神喺呢個世界各地所做嘅偉大嘅事情呢？猶太人去到歸向耶穌，幾十年嚟6倍增加。世界各地嘅穆斯林亦都歸向耶穌。譬如北非有一個嘅穆斯林嘅歸主運動，我哋主持嘅 J&I 都喺北非嚟啊！佢哋幾個禮拜後都嚟我哋禮拜三裏邊去分享，大家都可以嚟聽下。北非嘅歸主穆斯林歸主運動10幾年前呢已經有數萬個信徒啦。咁頭先講伊朗呢，而家已經有大概100萬嘅穆斯林嘅人呢成為福音派嘅基督徒。主耶穌講乜嘢啊？要收嘅莊稼係多，但係作工嘅人少啊。所以你哋要當求莊稼主去打發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今日我哋探討咗3個教會要將福音傳到地極時所面對嘅挑戰。第一就係文化，第二就係傳統，第三就係神學。文化、傳統、神學呢3樣，淨係攞求其一樣已經非常困難。3樣一齊
看似絕無可能。咁我哋係咪能夠靠一臂之力就能夠達成呢？或者我哋手牽手齊歡唱，一同去創造更美好嘅明天？唔係，一切都係神主導，聖靈行傳，一切都係神嘅主導。人嘅責任只係在於順命。神喺世界各地都係做緊奇妙嘅事。彼得話：我係誰能攔咗神呢？所以當神喺世界各地做奇妙嘅事情上面，我哋係攔咗緊神，定係信服緊神呢？神呼召你去做乜嘢，而你嘅回應又係乜嘢？神唔單止喺世界各地去到動工，神亦都將呢個世界帶咗嚟多倫多。你甚至可以話，神將地極帶咗嚟多倫多，收佢嘅莊稼。莊稼唔係喺非洲幾千里、幾萬里以外嘅地方，唔單止係，莊稼都喺我哋眼前。神呼召你做乜嘢？神呼召教會做乜嘢？今日你同埋教會嘅回應又係乜嘢？上個禮拜福音主日啦，福音主日之後愛宴啦，大家食得好開心。咁啊，多謝即係勞苦嘅弟兄姊妹咧，去到幫手。咁啊，愛宴之後執完嘢之後，咁就Mother's Day啊！之前嗰幾日咧，我就同我老婆講，不如探下你阿媽啦。咁就去咗 Aurora， 即係個墳墓嗰度咧，就去咗探外母啦。咁啊，和姐咧就5年幾前咧就已經離開世界啦。咁啊，都好耐冇去啊！我哋真係咁去嘅時候，我啲細路咧就周圍喺度睇其他，即係當然。即係睇婆婆個牌啦，咁但係就如果睇下其實呢個咩幾多年喎，咁啊睇其他嘅墓碑嘅年份咧，就發覺大部分墓碑嘅年份都係就係好耐之前，有啲1930幾年都有啊，生於1876年，死於1932年等等呢啲好耐之前。去完個墳場。跟住直接咧就同我爸媽食飯啦，母親節。咁我爸今年80歲，我媽就嚟咗77歲。咁啊，感謝主，即係其實以佢哋嘅年紀，佢哋都算係都係相當健康。我哋喺世上面究竟會還有幾多嘅年日呢？咁啊，當然只有主知道。但係對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咧，好可能我哋未來嘅日子，比我哋已經過去嘅日子係更加嘅少㗎啦，弟兄姊妹。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咁快又 long weekend 又5月啦。我諗緊暑假好快過，好快又掃樹葉㗎啦。我金響度未落，已經我覺得就嚟要掃樹葉㗎啦。我大仔有 year 3㗎啦，好快。神嘅計劃必定會喺地上面成就嘅。神嘅主權係咪？神琴日我哋團契，琴日我哋 join fellowship 啊，咁我同啲年青人保羅團年青人喺度講下，即係講緊神嘅主權，即係我相信神嘅主權。神嘅主權代表神嘅計劃，即係主導神嘅計劃。神嘅計劃喺地上必要成就。嗰啲預定要得救嘅人咧，就必定得救噶啦。係咪？神要救嗰啲人，嗰啲係要得救嘅，睇下你點睇啦，一定會得救。但係我哋要帶咩果子去進入永恆呢？我哋喺神嘅計劃嘅裏邊，我哋嘅參與係乜嘢呢？我哋係咪淨係滿足於淨係坐喺度呢？神呼召你做乜嘢，而你嘅回應又係乜嘢？我哋最後唱一首詩歌啊！請阿咪咪幫我哋。咁當我幾日前預備到呢度嘅時候，我就發覺呢首詩歌好耐冇唱過啊。382啊，萬世戰爭。382，萬世戰爭。
是否你見此異象？是否你心激動？是否你應主呼召？是否你願聽從？萬世戰爭已經來臨，聖經預言已經明載，戰爭狂徒臨到我們時代。請Mimi 俾我哋副歌，你唱晒3節。神的教會正在興起，熱心傳揚真理。看他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真懷活在。寶貴光陰瞬即過去，世界中獨像浪。是主機會快要消逝，現在親是舊人。是否你見此異象？是否你心激動？是否你應主呼召？是否你願聽從？萬世戰爭已經來臨，聖經預言已經明載，戰爭狂徒臨到我們時代。我哋一齊禱告。親愛的主，求你去打發你嘅工人去到收你嘅莊稼，莊稼已經發白。主，呢個世代呢個末後嘅世代，好戰亂，好多嘅打仗同打仗嘅風聲，經濟嘅危機 ，AI 嘅危機，人心惶惶。主，但係亦都係同一個時間，我哋見到世界各地，亦都係甚至喺近住呢個城市。神都係激動好多人嘅心，去到尋求信仰、尋求真理，願意你嘅教會把握時間，你嘅兒女、你嘅子民，把握時間，把握有限嘅精力，去到信服你嘅旨意，去到將呢個福音去傳俾需要嘅人，傳俾萬民，就喺我哋嘅鄰居，或者係呢個世界各地，直到地極，主你去施恩，去加你能力，加我哋能力。聖靈，我哋去到侍奉你，我哋存活都係順着聖靈而行，亦都係依靠聖靈能力。所以求主加能力俾你嘅兒女、你嘅教會，去到能夠遵行，並且係有一日去到完成complete 你呢個嘅偉大嘅大使命。奉耶穌基督名禱告，阿門。請坐。咁我哋有少少嘅報告。